今次我哋跟住紅棉班嚟到咗2所香港嘅高校嚟參觀，而我哋嘅第一站就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高等學府——香港大學。跟住我哋又嚟到咗香港唯一實行書院制嘅大學——香港中文大學。你好，今日我想採訪一下一個問題啦，即係喺你睇嚟咧，香港同埋澳門嘅呢個高等教育嘅環境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呢？咁overall 我覺得對比嚟講咧，港大其實因為大家知道佢嘅非本地生係好多嘅，咁我哋可能有 around 成90幾個國家嘅唔同嘅學生一齊聚集喺度啦，咁所以我哋其實上堂啊、學習嗰個國際氛圍都好濃厚嘅，咁所以可能針對呢方面呢，咁大家所認識到嘅人啊，或者係遇到即係唔同嘅同學都會有所不同啦。咁其次就係上堂方面啦，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好多 professor 係外籍嘅，咁嚟自世界各地嘅都有啦，咁佢哋係有住唔同嘅背景啦，咁所以呢樣嘢我諗可能都係一啲比較唔同嘅地方啦。感謝師姐嘅分享啦，我都了解咗好多，包括係香港同埋澳門嘅教育模式有啲咩唔一樣嘅地方啦。好，多謝。問題就係喺你嘅角度嚟睇，學生係解決問題嘅方面比較重要啊，定係提出問題呢方面比較重要咧？即係兩樣其實係相輔相成一樣重要嘅。兩樣都重要嘅，喺考試嗰陣時咁啊，梗係答問題重要啦。但係喺你自己個訓練嗰度各方面，你係要學識點問問題，同埋點樣揾個答案。兩樣嘢夾埋，先至係令我哋個思考比較更加全面，同埋會繼續運作落去咯。如果唔係只有人哋問你個問題，你就答案，或者你淨係識得問，但係唔會揾答案呢，兩個都係會存在一啲危機嘅。多謝教授嘅回答。咁講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，多謝。蘇博士你好啊，請問咧，結合香港中文大學嘅辦學特色同埋你嘅研究方向，你認為當前嘅中醫藥在傳承經典同埋現代創新，譬如話標準化、國際化、中西醫融合嘅平衡當中，佢最核心嘅突破點係咩咧？我哋要重視傳統，我哋應該有更多嘅資源擺落去研究經典，擺落去研究呢個傳統嘅理論。與此同時，我哋都面對呢個現代化、國際化嘅方面嗰陣咧，科研嘅項目亦都係不可或缺嘅。好，感謝蘇博士嘅分享，多謝晒。